嚟啊！我問咗個問題你，答啱咗之後咧，幫你買300嚇400、500蚊嘅豬肉。唔講啊，好唔好啊？玩唔玩啊？好，好係嘛？第一個問題就係、你聽噶咯喎，好複雜下噶嚇。小明嘅爸爸有3個仔，第一個叫一鳴，第二個叫二鳴，第三個叫咩名？咪叫小明咯。對嗎？10蚊多少錢一斤？真嘛有道理。幾錢一斤啊？啲豬肉？只有12蚊。豬肉啊12塊。12塊一斤啊？是。貴不貴啊？等一下他說貴的話，買500蚊雞送給老人的，能不能優惠一點點呢？我們拿貨都拿11塊了。真的是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們很實惠。是吧？可以啊，不貴啊。OK，那你同我跳舞，你同我跳舞，站在旁邊哈。我不會跳舞。沒關係，我做什麼動作你做什麼哈。好，準備哈，嚟了嗎？加油！老闆上。好唔好玩啊？嚟，阿榮哥，你都出嚟啊，榮哥。我唔識跳，唔使跳舞，好，佢唔可以跳嘅。佢唔可以跳，好簡單，咁樣。你係咪佢老公啊？啊，真係嘛？真係佢老公係嘛？你咁樣，你攬住佢同你老婆講，你同你老婆講，老婆我愛你辛苦啦。好核突啊！咩好核突啊？呢人公婆有咩核突啫？係嘛？哇，係啦，係咪大膽啲啦？一次啫，結咗婚咁耐咯，有幾核突啫？係嘛？嚟啦，出嚟，5秒嘅時間，俾啲男子氣概出嚟，嚟啦！老人家啦，乜鬧人哋75歲，我喺邊度啊？我喺雲浮嗰度，人哋都咁做啊！呢度係龍崗，唔係雲浮啊。唔敢啊，都係廣東佬啫，係嘛？嚟啦，嗱，你面對面，係面對面，攬住佢，老婆，我愛你。最後再整翻啖咧，哇，面紅啊喂，整翻啖啦，你答你啊，哇，你食得咁鹹個叔，又唔係你係嘛？食下塊面就得啦，嚟啦，嚟，哎呀，這個可以，哎呀，可以啊，冇問題啊，絕對氣氛組啊，嚟咁樣，大佬，你幫我稱500蚊豬肉，係500蚊有冇啊？排骨乜都好啊，好冇？我送人嘅咋，好冇？